南新华虎头埤风景区今年阿波罗卡万开花，共5日节才会大开。市府配合着赏花季，推出着不少精彩的活动。配合黄金花开花季节，今年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嘛继续伫咧新化虎头埤风景区举办赏花季的活动。搭太阳能船或是这个踩天鹅船，我们都做优惠。不过今年因为气候的关系，和黄金花开花时间比过去更较晚，所以远方预估，除了赏花季时间，接落来5日节连假嘛是真适合来遮看花。因为今年花季开得比较晚。那到目前为止，大概开了3、4成左右。那预计到端午连假，应该都还会有很不错的花况。即马除了赏花季，另外还有水上活动。透过真侪活动的安排，虎头埤风景区展现真侪特色，希望会当乘更较侪游客来遮佚佗行道。Hello， 大家好，我是品轩。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